我热爱民进党，我不想因为这个案件来造成民进党受到无辜的牵累，所以我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呢，我选择了暂时退出民进党。我热爱民进党，我不想因为这个案件来造成民进党受到无辜的牵累，也不想让府院党高层有所困扰，所以我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呢，我选择了暂时退出民进党。我会在司法方面，我会全力来捍卫我的清白。等到司法还我清白之后，我才回到我最爱的民进党。从检调开始搜索的当时，就有一股暗黑的力量来发布一些错误的讯息，导致我们的媒体接受了错误的讯息，做出了不实的报道，还有错误的报道。我在这边要再一次强调，我苏震清从政以来，我不收红包，我也没有包政府的工程，我更没有收过任何的回扣。就诚如我刚才讲的，收购案件，我是基于公平跟正义，我才来替他发声。那在公司法的修正里面，我完全配合党团的决定来做表决。这其中一路走来，完全没有所谓的对价关系，也没有任何的利益交换。未来在司法上，我一定会全力捍卫我的清白。屏东，我来自国境之南，屏东强大的落山风，绝对摧毁不了我的强大的意志。我的清白就像大武山一样坚毅不摇。我是现任的立法委员，我扮演好我的角色。在屏东，我们不管是屏北、屏南的乡亲都知道，阿中是他们最好的朋友。他们所认识的阿中是一个真的站在人民的立场，为他们在服务，为地方建设在争取的一个好的民意代表。我扮演我的角色，目前我完全不去做所谓的参选县长的一个想法，我只希望能在我立委的一个所谓的角色上，我扮演好我的角色，勤跑基层，再一次的为我们屏东县的乡亲无怨无悔的付出。